你看这个行啊，深安尼。哎呦，这是行行啊来的，嘿啊这是行啊来的。我甲恁讲吼，这个行啊吼，内面吼一间厉害的店，一个好食的物件，但是用手工做的。来，你摆看吼。我来讲，这间吼保姆才介济，来招三姐你先坐，来伯啊先坐，坐你休困者，店吼。坐吼，我嘛坐，我嘛坐。来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是卡丁这大哦？这是古董才能坐。你讲伊古董？啊，不是讲伊古董，我讲。有人讲古董。我意思是讲，你即马坐手骹是古董。哦。啊，即马会当坐着即个椅仔的人。嘿，嘛是古董。哦，你讲啊，我你要安尼讲的啊。无。老妹，坐。吼，即个椅仔你看伊管哦，伊当掀起来。有敢若亲像咱即马电影院的迄个椅仔有无？这是较早吼，咱三角戏院的伊个椅仔。啊，头壳用头壳用啊？啊无啦，这戏的椅仔，这个戏已经无啊。所以这椅仔咧就流传出来。过来你看这卡。这嘛高问，这刚才咧藏酒的啊。我根本就有导游啊，米手啊，对哦，这是咧专门咧试这物件用的，这是导游摊。我甲你讲，正经哦拢是古物，但是吼，佫较厉害吼，咱来介绍头家。来，头家。哎呦，来介绍咱头家吼，伟文哥。你好，就笑脸啊，医生先生，新北市义勇特种搜救队哦。对，阮是在地义消啦，义消。义消。算讲家己出社会了啊，有时间咱就来做这义消。所以你外口才用一个拍火，迄个。人一般是拍火，是拍冰啦，安尼啦。拍冰，帮大家拍火啊。对啊，帮大家消火啦，对不？好，你退会，你退会，所以你看，咱这义消，你看后壁迄奖状有无？哦，新疆功德无量啊，安尼哦。这个就是做义消的。哇，迄是你卫营的时阵，你正道是做这啊？系啊，我爱讲这梅花台哦，台湾就做60年啊。好，这是咱老式的手摇搓冰台。不过这爱有手有力咯，这我捌搓过啊，搓袂紧人啊。你来试看卖，水。哎呀！你的搓冰较油呢，米，伊这不了油呢。哎呦，爱洗哦，下骹我爱洗哦。有啊，伊知影，伊啥物拢做过啊。阿伯接起来咯，这野柳的女王头出来啊！厉害，这白啊！哎呦，好，咱即马吼，点料，我先，我来看卖，来去看卖。我比台北。这嘛手工的米台吧？你看哦，这间车开始是你用的啊？我去那个做古董店，手工的。我做30几年。我怪这最高对。对，我这个一直都留起来了。包括你即马手提的这个汤匙，跟碗拢是古物。啊，这古早的。几年啊？这碗几年啊？这差不多拢讲啊前面。讲好前呢。这拢阮阿嬷的时代。对。啊，那会你古董的物件，你那会摕出来放用？啊。因为阮老师伊是讲要做这个古早味的，所以我就来进前甲老家，我甲鼓励开吼，来比赛用。做这个画边。来。哦，手工片哦，这赞！我甲你讲啦，话若是要讲到底哦，目屎是飞袂离啊。来迄边讲啦。坐一吃。阿伯讲要食了啊，咱搁要袂食咧，对不？这种老相片呢？这拢是阿姨收藏的。啊，你收藏我以前做古董的收集。啊，你看哦，这有一个厉害，这个先生哦叫做陈忠明，忠明生啊，爱林医院呢，咱参加第一个病院医生。爱林医院咱早起迄间啊。啊，内面手术室就是找到这型的。因在办公室，即摆时装安尼啦。你考出来相片，我都会念呢。对啊。对啊，你拢老的呢，真好。你敢有老？我看来收集。古董碗、古董的汤匙，啊，还有这古早味。啊，坐到这个较古老椅啊。系啊，啊，无这个相片，我讲是古早人在食。我少年爸爸妈妈有一挂古董，对啦，咱就用现成的物件来做。哎呀，真正你看。你嘛真有那真少的物件，你用感觉清气啦。哦，这真爱留纪念啦吼，这种相片最厉害。啊，哇，多谢。赞的啊，1、2、3，耶！那你哪行哪无人啊？佚佗唔爱人多啊。系啊，老街那行啊，我跟你讲，
这你都唔知啊，真正厉害拢会行啊来。哎吼，人一般吼大庙的神明，咱政府团拢去大庙嘛，对不？大庙有人进香就香甲食蚵啊。但是呢，我即摆要介绍这间呢，因厝内神明嘛共款足香的，家神，家神嘛共款香甲食蚵啊，而且伊蚵啊甲别人无共款。哈？家神会当香甲食蚵啊？这间，来，吼，咱即摆吼深入到这个厉害所在吼，来，你看卖者，吼，咱这个福清山即摆正咧做，你看卖这啥物件？伊即摆重点来哦，重点来啊！准备要凹出这个厉害物件，来，看有无？这啥物件？牛角。哎对啦，金牛角，凹了就水吼。系啊。这个吼福清山啊，吼，就是咱三甲牛角的发明者。三家上有名的金牛角，哎对。你就是好一间啊。哎对。哎呦，失敬。咱来强先做一个，啊尾啊，我再来改这个名字。简单啦，来，阿伯你先试看卖，阿伯先试看卖，来。你看他做馒头诶，这好白嘞，这好顺嘞。哦，又等。更杀鸡我又来。杀鸡这又来哈。这样就好讲啊，美食啊就好做诶。阿伯，你的角在倒位？你的骨骼头无出来啦。你无发角？无发角。我听呀。哎呀，有哦。跟他磨皮嘞。你看啦，报告，有人在偷练呐！裁判，你是这边的师傅来教是无？我讲这边教，啊你在偷练啊？来，质疑到底有法度无？手刀甲切出去啦。这边的哦。真的不容易啊！对啦，这是啥物件？你也敢全部来？这是啥物件？伤困难啦！这是阿公做的啦，这我做的啦，干好讲。人几年啊？你几年你做甲伊共款？对嘛，真是对无？系啊。哦，食嘛共我好食嘛，安尼好食就好啦。像这样一做了就请过来袂食。所以这牛角就是伊头一个。哎对，我厉害是，比如讲咱知影讲吼，欧式面包伊的口感吼，就是靠着小麦粉加奶油对不？但是伊你当做台湾干那沙拉油加米粉尔，伊有法度用这种台湾的食材变成欧式的口感。食一盖，我跟你讲，规日去食一盖就会当发明一种面包啊。本身就有迄个底啊。够厉害的。较早这老师真正厉害，就是伊这智慧。啊，毋过吼，我真正知影讲金牛角的由来是啥。啊，甲迄生命当香甲1箍啊，是啥物？对哈。嘿啊。哦，阿公啊，伊要看恁兜的新村啦。来，咱去外口说，来，吼，来去外口说。别你学着无啦？有啊，会晓嘛？毋是你做的，你水。阿公，你先坐吼，来，你先坐吼。恁看哦，中哦，迄阵恁叫看卖什么神明？有啥物款的神明是摕亏钱的？除了亏钱以外，吕洞宾。吕洞宾差不多。闪书。空主啊，空明。啊，你看，咱看伊即个穿衫吼，穿着即个道袍。那一般伊若摕即个福鼎吼，可能就是李先祖。对。哦，啊若摕着盔饰吼，这就是咱讲的空明神书。空明神书啦。对，就是咱的诸葛亮啦。羽扇啦。对。啊，即阵哦，就是因即个做糕饼的祖师爷。啊，是安怎做糕仔的，拢会拜空明。空明因为发明着即个馒头。哦，甲即个喜饼，所以讲就拜伊做祖师爷安尼。哦，是你发明的啊？对。无啊，是讲你请空明先生就好啊。是安怎那个叫做嘿啊，你啊，哪会开始啊？证明哦，本来就阿伯请空明在路。哦，本来就有啊。本来3尊。哦，你本来就3尊啊？咱中迄尊就是咱的即个祖师爷嘛，对无？啊边啊迄尊是法主公。对啊。哦，啊过来后边即尊咧是财神爷。啊，你看卖哦，伊即个财神爷吼，啊伊的喙须已经长甲伊的已经绕甲伊的骹底啊。所以这样也长落来咧。伊个会发喙须？伊直咧发咯。照你来讲，咱若深刻的不伤，差不多像咱的咧土地公共款济嘛，对无？但是伊一直发到遮。阿公，财神爷发喙须，啊财神爷你发的，你就真正发的。这就是现甲食糕啊，食到安尼身体勇健，所以才喙须发甲这种。营养做有够，刚喙须。拢食牛角的咧。哦，你讲现甲1箍啊，就是。现甲食牛角哦。你讲食牛角，啊，我会使食金牛。好来，甲处卤的吼，来。
来，吸了，金牛角要先吃脚。我听，迄个有角有酥无？哦，金牛角上爱食到迄个迄个角。奶油味好浓哦。看不看边？哦，你看伊哦，外酥内软呐。哦，这厉害，专业的，这手势就专业。哇，赞！手感就做 Q A， Q 也做 Q A。刚拄来咧做迄 Q。对，是安尼嘿。拄仔食牛角，就是感觉迄奶油味。迄个酥油对无？他拄仔咧做的时阵，我就一直闻着内底一直咧烘，迄味道一直走出来咧。哦，我冻袂当金牛角吼，拢油咧咧，有老食无？阿公啊，你做的金牛角袂安尼油咧咧。油对身体吼，较无咱油多油啊。虽然讲迄奶油的香味足重的啊，啊，不过米粉的香味嘛有呢，嘛是真会着呢，无讲吼去戒掉。吼，阿公，我好食啊，我真两个吼。你看，咱食起来去种好无 OK 啊，咱去外口去种。来，徛咧咱这个牛角的娃娃边啊吼，1、2、3，耶！